已经做台语配音员25档的林凯玲，本来只会晓讲台语，毋捌台文字哦。伊家己学，嘛已经通过教育部的检定。伊讲会晓台文字，对于配音是帮助真大哦。伊嘛打算讲要去考台文研究所，望讲对家己的母语有愈较深的了解。 我就是一路到底的一路啦！我上惊的就是魔神啊！三太子啊，关老爷，恁紧来救我，唔通互我去互魔神啊掠去啊啦！现场表演出名网甲角色的配音，已经入配音制度25年的林凯玲，无那华语配音、台语的配音嘛是伊的专业，侪侪作品拢会当听到伊的声。伊答应讲要带我去遐度蜜馆，会带我去熟悉芭蕾。 我敢若会当用注音慢慢啊，一字一字写伫边啊。对我来讲，去迄当阵要学配音，咪足困难。我要用注音来练这个台语的配音，互我感觉足惊吓，定定真正会练到哭呢。为配韩剧的台语版开始，豆豆啊累积无共台语作品的经验，佮因为替教科册录音10几档，嘛将台文字甲罗马拼音学起来。伊笑讲，即马若无台文字，就会念袂练转。 阿姊，多谢你，我会晓啊，足欢喜的。明仔载考试的时，爱较细致的哦。为我的工作当中，开始去爱，真正是爱着我这母语的这语言甲文字，我感觉是我真正足感动的代志。 林凯玲即阵若通过教育部闽南语 B1 的检定，今年搁伫台语朗读比赛得奖。伊表示，伊搁有想要读台文研究所，望搁较了解家己的母语文化。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。